人呢？我看一下有没有稍等那个。有点斜了。这拉臭的牛啊！扎西取证，第3个拉臭，第4个核酸取证，第5个带走，第6个白后。但是这有点早哦，7点钟，他8点钟不到啊。我们的哥哥在后边。我看袁清他们来没有？这个太好看，弟弟在旁边还没来，还没进来。弟的勇儿就在后面，看没有人呢。茱莉亚·杨群还没看到他。哎，老福也在那儿了。老福买了套藏装，还没穿，冷起来再穿吧。现在穿有点热。转了一圈还没有看到他，我觉得这个圈子有点大哦。对，丽丽早就来了，一起来的，没有提早很早。这来了几个人？1、2、3、4、5、6个，主要开始有点早。应该可以，这个10月17，还有2个月。这没有好，我问了，这拥挤应该不会来。
现在开始都好早，那边7点钟基本上全部报7点50，现在40都在跳。全国之声。相国之声，这是徐春吗 ？Hello， 这穿那个浅色的把那个雪青色、雪茄色，小罗可以排班的嘛？相国之声，小罗，走到双单车穿的深蓝色。他也不可能问谁没来。粒粒金出。今晚上月亮是2024年最亮的，今晚有直播月亮的，今天晚上最亮的1月嘛，今天晚上看一下有没有。还是没来了。
穿黑衣服来的。乌鸦差点有王清那么高了，王清180了嘛。网络又不好了，哦，对不起，又卡了。我另外一个手机没卡，竖屏没卡，赞美下曲卡，赞美下曲卡，后面才好看，前面都是热身运动，又在卡了呢。不管它了，反正我拍相机啊，不管它。
给谁想好的啊？这是给谁？嘿嘿，给阿我啊！这个好久没跳了，应该不是好久没跳，应该是我在现场应该这段时间没跳。昨天晚上用一个直播的嘛，因为没跳舞，我抖音上是看了一下。哎，我看。
来了，还给你慢慢介绍一下吧。有些人不知道，第一个是纳措，那个女字旁一个纳措，这是扎西取针，第二个粉红色的，第三个深红色的是纳措1376，纳措，第四个是欧姆罗，白色的海达那个，红色的是合唱取针，红色衣服上个1号，这个是拥挤，黑色衣服拥挤，白衣服的白后拉姆，哦不，带中，后面那个才是后面，这个是白货，这个白货，这个粉，这个高一点的是雍针，这面是8堂取针，这刚刚到，8堂取针，这是登之男队员，后面那个扎西，还有秋吉，秋吉来了吗？来了，他们3只大老虎，后面是罗桑，白色的裤子，稍微年纪稍微大一点点的，后面是法荣修那个最减轻的14、15岁，在后面高一点的高个子是阿布在后面，旁边就是大幅这个是王勋，他是德国网球德国线的，这个是穆雅来的比较少，1个月有可能看到1次，后面他朋友不认识，这个雪青色的那个雪茄色那个是曲卓尔，这个曲卓尔，这个是戴帽子是苏拉黑水线的黑水苏拉，这个是兰博娃黑衣服的娃娃兰博娃10曲线的，这个是索昂淡措德国的索昂淡措，哦，这是小西西，不好意思，他旁边那个叫可能，旁边那个叫小西穿黑衣服的那个小西西，88线的，后面是索昂淡措德国的，这个是金出我叫丽丽，这个山姆，这个牛仔裤的山姆，这个是瑶瑶吗？瑶瑶，这个是雍吉，哦不是，雍真的妹妹雍二，还有一个老三叫雍三，老二，后面就不用介绍了，后面就是一般的跳舞的，随时可以来，也不是团队的。也不是，就是随时可以到，随时可以不来。摇摇也变了，不像以前那种，以前比较泼辣那种。现在我觉得变温柔了。17没到，有可能会来吧。属羊的妇女，这个是。
不要个子很高，感觉1.75米以上。苏拉河。小拉吗？哦，不是，就这里个个特别高的一个叫啥子？没有告他名字。应该今天晚上开3个直播，还有一个横屏在直播，应该那边看的人还比较多，所以说现场看的话就少一些。我也没看那个一九冲，这个也没介绍，是小罗和杨秀儿，是小罗同志 ，Hello everyone 17来了吧？17，他们3个在，哎，阿郎曲真呢，在旁边，丽丽应该在一起。对，是小，怎么说？以前叫小天鹅，现在基本上没在一起，都在忙自己的，因为在上班了嘛，有2个，以前有3个，有1个上班，现在有几个上班。
都没来呀，今天姜某没来。老六现在那个职位都被清理，现在那个中央那边什么在整顿那个网络职位，老六是不让用，现在用。最后后面首尾只有拥挤，跳得最标准，也不是跳最好吧。还有我们部也跳得非常好。不雅在外面演出的吧？他们外面单子接得不停。新错啊、木雅呀那些好多，在外面这些商业演出，他开始杀了黑哟。好钱，主要拍手了嘛，他摆手。跑中间来了。
在一起啊。哎，弟弟在后边了吧？我把他喊过来吧，要不要喊过来？对啊，我刚刚说喊过来，早就要在一起了，因为4个站在一起。对呀，如果准备了喊过来，考虑是不是要把喊过来。曲真应该在一起啊。请过酒，还有5多美酒。老5来了就5个。没有，他们不存在不好意思哦，随时在一起。只说今年在一起很少，去年经常在一起。这是那个我们他给我送的。哎呀，以后吧，我哈拉条拿给他们，还有10多个没用，其实用了的，他带了一次就丢了。哦，杨青的吗？嗨 ，hello，nice to meet you， 杨青。嗨 ，hello， 这是他。哎，你们他跟你说了吗？杨青。对。他们昨天晚上在新阳宫，他妈妈也来了吗？对。妈妈在哪？也会说中文会一点吗？only OK。他们之前找了好久，我也知道他几年来没看到他。这个是意大利的茱莉亚·杨青。他爸爸是中国人，他妈妈是意大利人。这是杨青的妈妈，mother。意大利的，不是他们，他爸是中国人，他妈意大利的。对，但这个女的是的混血。他在家里面也跳的。对，他看的样子都跳的来的。对啊，从小就会跳。
的是一个意大利语或者英语，不知道有可能会多一点，但是中文不说不来。他们在家里面也是随时在跳，他频道上也有，跟着跳，不是跟着学，他有些一般都会吧，他跳过这个。Up 4。他从小就在意大利那边跳。跳起来！他在看杨炫怎么跳。乱来搞。今天晚上的月亮应该是今年有最亮的一次，在很多频道在直播，包括中国国家地理频道。我看今晚上月亮好圆哦，又圆又亮，今天晚上。干嘛？放心啊！There's
的这个。签哈达去了，应该是。我基本每个场地应该都要去逛一下。哪个跳那个娃娃来跳吗？都会跳吗？肯定是那么娃了嘛，我就觉得确实，我就觉得这个他跳的。有点长，将近5分钟，4分半左右。那个央星他们都走了，应该去隔壁了。都不在现场，现场没有了。
基本上看着他都在跳啊。结束了，才9点钟，刚刚9点过9点，刚刚9点钟。哎，刚刚9点整。对不起啊，下次给你们按时的发啊。没有东西的。上面有我的钥匙。应该搞定了啊。我看见他们这边。吹起高我比你家好多。小李老师 ，Hello， 来我给阿妹照个相。他给照吧，他给照吧。啊，拍一个。哎 ，Hello， 我看这边哈。OK， 1、2、3，1、2、3 ，OK。好，谢谢啊。你要不要拍去？很好。3K 哟。你和他一起吗？和他们一起吗？ You want to take a look or go to hotel? Take a look, okay, man. OK，vogliamo fare l'atto。这边球还球，你们还有牵过吗？我们现在就在那个中间，他们看一下。我们那儿跳舞嘛。We go to。 Vogliamo danzare ancora? Ok. L'altra parte. Ah, ok. 你说意大利语啊？意大利。意大利。我们也不晓得。意大利。意大利。哦，意大利啊，米兰。啊，他叫杨青。阿妹等一下嘛，等一下。阿米地旁边。阿米地等一下。这边就可以。阿米地阿妹来自意大利的，哎，阿妹。我看。啊，意大利的可以了。这。
天来了！我跑新了超市。那干啥？我说哎，你可以啊。这早就知道了，以前他一直没回来，我一直喊他。华侨吗？不是他这个女娃娃，这个他妈妈，他们在意大利，他们自己有团队。他以前在YouTube上面我就联系他，问他以前不是疫情呢，我说好久回来，他说有可能我说你到成都来耍噻，他说可以，前2天跟我联系。还可以啊，学的还可以，他从小就会。从小就会。对啊。他们不是那个意大利的吗？意大利他本来就会，他80放出来。哦。我找一直在教他自己，他抖音上也有啊，抖音上有点不是转化的嘛。那他就是混血儿嘛，我说他也可以是我们藏族的，也可以是意大利的。对。就说嘛，他的风格还是挺那个的，很像样的。他现在抖音上在更新，他在外地平台上没更新了。原来就是那个相当于那个姐姐，她的爸爸，就年龄大的他爸爸。不，原来大的他妈妈的嘛。啊。他爸爸没来。就是那个女孩的爸爸是藏族的。哎，对。他叫朱莉亚·杨青。朱莉亚·杨青。叫杨青就可以啊，他英文名也有，藏文名也有。对。他不会是中文，他只会说英语和意大利语。还有其他语言有可能也会，但是一般跟他交流都是英语。他们昨晚在青年工作了嘛？那哥哥我走了。好的，拜拜。你可以换的再调了。靠，真来了。
在这儿，在这儿，家人这边下点一个，谢谢。好，家人点点赞，谢谢。那边的队伍喝特别好。在意大利的队伍和这些出发也做得特别的好。他打的颜色。哦，没注意到。三个颜色就是意大利国旗三个颜色。他是有什么学生？讲了一次。
为他们今晚上不是晚上在一起聊的嘛？我知道啊，我跟杨青，昨晚上开学在签公票了嘛？他们聊了就晓得了噻。他开始哎，今天他们在几块钱啊？来了呀，他要带2周。哦，那他们肯定还要再去。以前我就问他好几回，他说今年自己不得。就刚刚就来了。嗯，刚回来。不得1、2天嘛。这几天肯定他们都要来。因为昨天是下雨嘛。他不晓得他那回老家。他拉萨吗？他爸中国人了嘛？我晓得啊，他爸那儿的名字该吃了哈。好像是拉萨说的是。没仔细问，我都搞忘了，问的都搞忘了。我都搞忘了。我都搞忘了。嗯。